主酒，金梁县官，灭梁县官，任两人性情豁达，但我之手，玉帝十分震怒，
下旨办理两人投胎汉奸受果，金梁升官，明理王家城投胎，日后为人生存定义，切记。力量升官，明理东兴官投胎，你日后为人千万爱看好，因为你性情霸道。罪孽过重，日后难免祸及纷众生。切。是做梦，拄则迄个梦，那真是应验。迄尾密良是到东兴县来投胎转世，那安尼日后受生遭殃的是东兴县的百姓，甚至连我连教。兴图，你是怎样？兴图，我腹肚就疼，我腹肚就疼，腹肚疼。大概是囡仔要出世。夫人啊，叫啊！车子先无来，兴图你要先生来，较紧嘞。老爷，你进来看者，乡土是一个查甫的呢，足古锥的哦。你遮辛苦吼，多声诶。老爷，咱两个已经这么做过，咱真无容易才得到这个囝，你为什么会无缘无故要甲害死呢？老爷，妾身若是有做毋到什么，囡仔是无辜的，
你请伊是你的亲骨肉，我求你，求你了伊一条活命。老爷，我求你。hilhilton 岁月宛如流水一般，天上的密龙升官降世已经12年，出名连敬尧。伊的性情作孽又搁狡怪，定定创治查某干奴才。但伊即马毋知要搁想啥物步数来创治遮个查某干啊！你搞，你掠我下着有想来。啊，这秀哩，少爷，这是啥物件？足水的物件，你慢慢欣赏哦。你拍开个麦啊咧！这是少爷送来物件呢。哎呀，麦啊，等你啦，紧的啦。大家囥在这边较好。
少爷，老爷，哎，你甲看，庆瑶你，我无赶快归来！由于连经尧搞怪作业，定定闯伫内面的家仆婢女，无大无小。连下联已经忍无可忍，决定无要搁再听受，要来当当甲伊教训。怎奈夫人再三来要求，再三来苛刻，非常来袒护着连经尧。虽然下联也无可奈何。夫人向着连下联提出一个意见，依照地方的风俗，来甲伊带一个某来甲伊管，这却是一个很好的办法。连下联想来想去，也只好如此。我决定甲伊带一个某来甲管。相关，有连连。
你比我哪样搁较老？是你外老，嘛才加你12岁嘛尔。 12岁尔，好咯好咯，莫管几岁啦。连大少爷已经真身啊，我要困，你走，你转去。林景尧，你是要叫我转去倒位？啊，看你安怎来就安怎转去嘛。你姓罗，我姓连，谁来阮兜早唔转去啊？哼，无凭机命。 哎呦，你搁倒来！哎呦，你搁……哎呦，嘿，你真好大胆哦！你敢将连带少爷啊拖落面床下？我哪唔敢？哼，公公婆婆专门甲你带我这个某，就是要来管你。管我？哈，嘿嘿，我天唔惊地唔惊，规府中的路财查某囡仔，大家都爱惊我。 连咧厨房的先生都我甲气走，你阁想要管我？哼哼，要我走？无才试看卖呢。免试啦！你加我12岁，哦，你就要管我？阮姨母加我20岁啦，阿舅加我30岁啦，我都无得惊伊，恁爸爸查我哪有得惊你啊？哼！连庆尧，你看这什么物件？哼！